别墅里面唱 K， 水池里面饮龙鱼。我送阿硕茶具，他研墨下笔，直接给我4个字：大展宏图。大师亲手提笔字，大展宏图，搬来放在办公室。哎，大展宏图，员工都点头。有料，鸿运不能总是当头，因为。追着那的不我莫办的嘞，阿贝拉的这都那么稀的，明年的嘞这对是啥来么？那龙那那的不我不地少家没，谁都那是。其实那没，就是那么稀的，明年那是。这都那么是，可爱了也不理来。我疯了！啊，别凉太别。这么细胞子。